60秒話你知富阿爸21世紀的生意係講啲乜嘢。首先，你有冇諗過咧？你依家喺 ESBI 4象限裏邊係屬於邊個象限呢？如果你唔明白乜嘢係4象限嘅話，咁你一定要聽埋落去啦。第一 E 象限，佢哋核心係安全感，一個收入好高嘅公司副總裁，佢嘅價值觀可能係同公司嘅看更一模一樣喎，都係想要揾一份穩定嘅工作。第二 S 象限，佢哋核心係獨立，佢哋希望自由自在咁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。如果有個人同你講佢要辭咗本來份工作，然後自己自由咁工作咧，咁佢就係選擇由 E 象限跳到 S 象限啦。第三 B 象限，佢哋核心就係創造財富。S 象限嘅人就會希望自己成為某個領域嘅專家，而 B 象限嘅人就希望自己可以將唔同領域嘅最優秀嘅人集結喺埋一齊，成為一個團隊。第四 I 象限，佢哋經常會問我哋嘅投資回報率有幾多呢？佢哋好中意錢揾錢嘅感覺嘅，而唔係親自去賺錢啊！佢哋好擅長去揾唔同嘅投資工具，例如黃金啊、房地產啊、股票啊等等。當我哋搞清楚自己屬於邊個象限之後咧，作者亦都俾咗一個建議我哋，就係要善用網絡嘅力量。因為以前嘅銷售就係要逐個人去賣，好浪費你嘅時間嘅。咁但係隨住科技嘅進步咧，我哋可以透過互聯網瞬間接觸到50個、500個，甚至乎5000個人啊！60秒我知你唔夠喉㗎啦，我準備咗呢本書嘅深入講解版，睇完包你頂呱呱。留言21世紀送俾你之餘，我仲會用